的表现。哎，瞧见没有？现在这条路不堵了吧？是啊是啊，哎，我算真服了。嗯，哎，你这后手厉害，谢谢。停车计时，电子检测啊，哈哈，看来我是老，这种高科技啊，搞不了。不是吧？是。哎，对了，这回啊，张凡这孩子，咱们这事儿啊，真是卖了不少力气啊。你不是要反馈吗？哎，我呀，给他一个这个。能让您竖大拇指，张凡肯定特开心。哎，车来了。哦，那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慢点，慢点，哎，瞧见没有？老李今天是不是挺开心的？嗯。今天这个工作方法啊非常重要，以后要学着点。我回去记本。哎，哥，三儿啊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他们俩呢？哦，明白。走了啊。好，哎，成。好，慢点，高主任。拜拜。好。